今年北艺大拢会办投票，和民众选出10大艺文新闻。今年的前3名是台北戏剧奖办头一届，立法院台文化部预算，搁有台湾伫咧台版世博的文化实力。方才通过第79案，文化部主管追加预算全数删除。 今年文化部预算改动了后，对甲预算阁互国会提调，搁有台湾伫台版世博展现的文化软实力，拢入选今年10大艺文新闻的第2名和第3名。第1名是今年办头一届的台北戏剧奖，这是北艺大办的民间投票活动。学者表示，较特别的是，今年头届针对绘本和青少年漫画金会奖和金漫奖新闻嘛入选，通看出针对少年家推出的文化政策受民众的重视。 我想，这个奖项其实是代表了文化政策的转向，它有一个非常不一样跟多元的发展。今年的10大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表演团队不管是政府主动的要去做文化外交，或者是他自己个人像劝世3姐妹、像布拉，愿意去走向国际，让台湾在这么艰困的处境之下，我们还可以走向国际。10大艺文新闻票选已经办15档了，学者认为透过新闻票选嘛，通看出民众关心的代志。文化部长表示，看到民众关注台湾艺文伫咧国际表现，嘛拍算明年台湾插演艺团队奖励计划，要用比赛方式来评选，互有潜力的表演团队通得到政府的补助支持。布拉瑞扬团队突然就变成品牌团队，像劝世3姐妹就突然进到百老汇。我对于这些现象我都非常兴奋。换句话说，台湾的文化产业能量非常的高。 所以，我从今年开始，我很希望在台湾 TOP 团队里面，我们每年要比赛。今年10大艺文新闻内底，和文化部相关的都有5项。部长李元表示，文化发展爱靠民间和政府合作，和长期的文化政策规划。明年度预算编列297亿，希望扩大整合各项艺文活动，让台湾文化继续走向国际，嘛，让咱的艺文继续步新意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